根据了解，电池每一天需要处理的垃圾量大约1800吨。议员李宗诚对啦关心要450吨处理的缺口，嘛将对安南区人口增加，连清洁队办公室的环境也堆满垃圾，有积水天高热的危机一直拢无解决。要求环保局所规划回收细分类厂要加速兴建时停，避免2-3档的空窗期，垃圾好去好种。明年2月它开始甄审跟评决，那明年的3月才会开始跟我们的民间机构来签约，但是目前应该是还没找到这个厂商啦吼。那你的细分厂要盖有2年的时间，那 SRF 的制造厂爱3档。因为这个期程，头前阮的规划就是考虑到讲 BOT 的方式，最近要规划办说明会啦。因为厂商大概潜在厂商，我们也接洽了一些，他们也有意愿。有一个方向了就对了。对。这个时程是不是当尽量甲缩短啦？啊，无你真正遐个垃圾真正唔知要安怎去解决啦。那也一直偷盗。一直偷掩埋的这个情形，其实咱环保局拢知影啊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讲赶紧去进行。面对台南的垃圾危机，议员除了要求加速回收细分类厂甲 SRF 制造厂的时停，嘛进一步要求伫教育营地打造资源环保园区。对此，环保局回应，面对700亿的投资案，会尽速评选有益的民间机构，嘛要对教育做起控管垃圾源头，彻底做好分类。台南新闻，阮子杨顺怀采访报道。